缅甸首都一家倒塌酒店工作的一名年轻男子，在地震发生100多个小时后被救出，当时他神志清醒。地震发生后的前72小时被广泛认为是救出被埋在废墟下的受害者的黄金时间窗口。Wait for the car to move.